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0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的内容真丰富，咱要来讨论为何古早战败的时阵拢讲败北，敢讲战败的人拢投向北方。过来，后面是国语、闽南语，咱就爱讲后壁。后壁这两字安怎写？自古以来，江湖中人、兄弟人、警察拢拜关公，教场拢拜韩信。这是啥物原因？韩信甲跋筊阁有啥物关系？跋筊这两字，你敢会晓写？若袂晓，这集你甲看好完，你就会晓。咱即摆看到这3字，拢是人上古早的甲骨文。咱的祖先真厉害，用2字人就有法度斗出来无共款的字，不管是用无共款的方向，还是无共款的排列，甚至用无共款的组合，就有法度斗出来无共款的意思。今仔日咱要讨论这6个字，有一寡朋友甲小张问，为什么就一定爱看甲骨文甲经文？现代字就已经写甲真清楚啊，大家拢看有，为什么袂使用现代字来做研究、来讨论、来了解字的本意？即马咱就来举一个例，互大家了解。这个字真简单，大家拢知影意思。咱即马就来看倒平这个部分，甲拜拜有关系。顶头有2环，代表天甲地。下骹有3垂，代表日、星、月。这个字安怎读法？神、智、事。各位一定爱注意，这个字就是用意思来咧测音。古早字真侪拢是安尼，这个字就是一个上好的代表。咱继续来探讨正平这个部分。有学问的人一声就讲，这我知。这就是一口田。古早是农业社会，恁一口灶，若有一口田，恁就食袂大啦。那安尼毋是福气，啥物才是福气？听起来真有道理，但是这3个字一开始根本就毋是字，伊是在画一个酒甕，敢有证据？证据就伫古早字内底。咱来看西周早期的符安怎写。拜拜的时阵爱用酒，酒就滴伫酒甕内底，滴甲甜甜甜。来到西周中期的时阵，这个卦画作渐渐有淡薄仔变化。来到春秋晚期的时阵，一口田就出现啊。看到这，相信各位拢有法度认同小张拄则讲的。若要了解字的本意，看现代字根本就看袂出来，就爱为古早字去找。上好的就是甲骨文甲经文，安尼大家有了解啊未？咱即马来讲败北，敢讲战败的人都一定爱投向北方，敢有这个道理？咱即马就来看北这个字的字形演变，直接。来看甲骨文甲经文的部分，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解说。将两人相背，两人相背这4个字的重点，就是在讲战败的人一定爱紧逃走，无大紧，就爱走无共款的方向，安尼生存的机会才会大。讲到这，小张我那真有经验。小学的时阵有一摆。小张甲一个好朋友去5分埔热沙，远远啊，就看到阮的元仇人，因4个，阮才2个，也袂战，小张就知影一定会败，所以我就甲即个朋友讲：你走迄头，我走即头，等下伫天桥骹相等。所以即个方法，伫古早的甲骨文甲经文内底，就已经有记录啊。你若翻头来看现代字。并无即款的意思，这个北敢若代表一个方位。
即字北，阁有另外一种的讲法。自古以来，皇帝的龙椅拢是坐北向南。那安尼，遮个战败的人，讲的就是遮个散兵游勇、流氓草寇，敢有资格甲皇帝向共一个方向？当然嘛是无，所以北方就是安尼定义的。讲完败北的北，顺续来讲背骨的背。顶头即个部分就是北，下骹即个部分本来是要写食，腰脊骨的脊，但是省写，敢若写肉，有啥物证据？说文讲食呀，将肉北声，玉片嘛是讲背食，所以即个字有另外一个读法，并北食切，北食壁，所以即个字另外一种的读法就是壁。北京语的后面，伫咱闽南语就爱讲后壁。差不多伫5年前，有一个自称专家的博士，伊伫网络顶悬甲人教，伊讲后壁就爱写作安尼，敢有合理？是毋是应该就爱用即字，才是后壁？无要紧，拢有敌人的即字拢嘛写毋着字啊，是毋是就应该爱写即字？说文解字内底讲兼有也，安尼是毋是搁较有道理？即5年来，我的心声就是安尼，有够痛苦诶。后壁就写作安尼，北京语内底背面，咱闽南语就甲写作后壁面，就是遮简单，就是遮单纯。刷落来，咱来讲比赛，比关加比，即字比。嘛是两个人甲斗做伙，甲骨文甲经文内底画甲真清楚，有两个人的形体拢向正边。自古以来，正手边就是正，倒手边就是负。无人想要做负的，大家嘛想要做正的，所以即两个人就爱比赛。比就是即个意思。甲骨文甲经文画甲清清楚楚。翻头转来看现代字，虽然较方便写，但是即个字原本的意思并看袂出来，差别就是伫遮。咱即马就来讲长长计议的长的古早字，即个字共款是两个人甲斗做伙，伫甲骨文甲经文内底画甲真详细，两个人的形体拢是向倒边，倒边。就是负，并无比赛的意思。一个人对一个人，强也。伫即内底，甲骨文有一个字方向画了毋对。现代字虽然好写，但是意思并无完整。若要了解完整的意思，就爱为甲骨文甲经文内底去找。差别就是伫遮。咱继续来甲看两个人斗起来的字。即个字就是参与的与，但是即字毋是简体字，伫草简内底就已经有即款的写法啦。咱来看人，即个字的字形演变，即个人向正边，骹的形看起来，敢若咱伫砍物件用的蛇仔，无那紧，佫尖尖，会使当作细锯刀啊，所以即个字读作笔。伫下骹。佫甲写一字颠倒头的笔，斗起来就是有伫草简内底的写法。说文解字内底讲属有也，一蛇为有，我卡一卡仔互你，你卡一卡仔互我，是毋是就甲公文内底解说共款？善也、大也，这是字册甲文册内底的讲法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。要提出来另外一种新的讲法，即字有的本意就是骹上交也，会使读作鸡，嘛会使读作鸡。上出名的讲法就是鸡马骹，会晓行棋的人一定捌听过。咱即马来看一个新的词，即两字读作冤家，即字冤的古早字写作安尼，顶头一个口，下骹一块肉。
看起来这个形参像是咧吐喙字。说文解字内底解说闹呀，这个字读作闹，意思嘛是闹，搁闹搁对价对价啊，安尼毋是冤家，啥物才是冤家？所以冤家本字就爱写作安尼。这字武伫春秋晚期的时阵写作安尼，真复杂，内底拢总有4支手，咱豆豆仔来看。顶头这2支是手，无问题；下骹这2支手画作无共款，代表右的意思。倒边这字右，搁加一横，读作过，代表当在进行的意思。内底这个部分，咱拄则已经讲过啊，代表内部的冲突甲斗争。4支手一直在朝，目的就是在压，要甲内部的冲突甲斗争甲压落。所以这个字并加压切，加压加，读作第4调。我甲你是好兄弟，你甲我拢会晓讲闽南语，这字甲就是安尼用。咱即马来看文献，4支手的目的就是在甲内部的冲突甲压落。好呀，竟然有4支手，代表有一个团体，有一个党派。你若甲我共党的，我就敲一敲仔互你食，对你好，你就会食袂焦。这个道理是毋是就甲即摆的政党不，讲了毋对，歹势，是毋是甲即摆的乌社会的道理共款？咱即摆来讲跋筊的代志。20几年前有一出电影真出名，叫做《赌神》，但是这个人毋是正港的赌神，正港的赌神是这位韩信。韩信这个人确实真有内才，阁真够带兵。各位若捌做过兵的人就了解，拄着落雨天的时阵，伫兵仔营内底足无聊的。听讲这个象棋，军事象棋马炮，就是韩信发明的，目的就是要来娱乐用的。但是阿兵哥拢甲用来跋筊，因为跋筊是韩信发明的，所以遮民间的筊场就拢拜韩信。我想啦，这每一度韩信拢有去共当啦。讲完军事象棋马炮，咱即马就来讲跋筊这2字安怎写。要讲跋筊进前，爱先来了解筊赌这2字。筊赌就是2个人相演，伫军队内底是一个真流行的活动。来到韩信的时阵，伊就改名，改做跋筊。这字跋就是伤兵边啊，会使落赌的意思。你若落着赌，你就有法度趁钱。啊，这字筊的古早字就是交通的交，这字交嘛会使读作交。咱即马来看这字交的经文，这个字真有意思。其实这个字就是2个人相演的意思。2支骹夹做伙，头就爱画一条绳，代表2个人对头顶。但是这个字嘛会使解说是查甫查某的结合。讲到这，小张实在真佩服咱的祖先，敢若2字人尔会使创造遮侪字，意思拢无共款，但是拢真明白，拢真清楚。有一个字甲跋筊的跋当做伙使用，这个字若当作名词的时阵，读作机子的子，麻雀子仔的子。这个字若当作动词使用的时阵，读作伊，我无爱伊啊啦，逐斗拢输。其实小张对韩信真妒烂，但是今仔日这集的时间已经拖伤长啊。后摆有机会，小张就甲原因讲互大家听。咱即马来讲结论。第一，若要了解字的本意，咱就爱为甲骨文甲金文内底去找。第二，将相认的字真侪字。第三，咱今仔日讲到的有北方的北，
比赛的比，一人对一人的强，佮有草稿内底有，即个字嘛会使读作加马卡的加。佮来即字，就是经文内底有，嘛会使读作我甲你是好朋友的甲。刷落来，咱佮讲到即字交，嘛会使读作交。第四，后面是国语，闽南语就爱讲后壁，后壁就是安尼写。第五，咱嘛有讲到韩信甲跋筊，跋筊即两字就是安尼写。今仔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